各位觀眾好，啡人之道，享受啡人生活，又係我enjoy boy啊！咖啡同茶嘅關係好似既熟悉又陌生。一講呢個問題，好多對咖啡唔係咁熟嘅香港人都可以即刻反應話，其實冇問題啊。點解啊？因為香港茶餐廳都有咗鴛鴦好耐啦，佢咪係咖啡溝茶嘅代表作咯。So delicious。先澄清一下，茶餐廳咖啡嘅基底應該係即溶咖啡嚟嘅，而陌生嘅係一般飲緊咖啡豆產品嘅朋友仔都會好好奇咁問過我呢個問題，咁又好合理啊，因為用真正嘅咖啡去溝茶又真係少見啲，就因為係咁，所以我哋認真整理咗一啲有關咖啡同埋茶嘅相關資料。呢份資料整理得比較需時，可能引致影片時間會稍微長啲，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首先，根據2024至2025最新研究顯示，適量飲咖啡同茶反而有助於降低骨折同埋骨鬆嘅風險，令我哋對咖啡、茶與骨骼健康嘅關係有咗全新嘅理解。咁呢項最新嘅研究個根據同埋詳細內容係點嚟㗎？即刻為大家講解一下。英國49萬人長期追蹤顯示飲咖啡可降低骨質疏鬆風險。2024年英國生物樣本庫 UK Bio 辦嘅研究，針對49萬名38至73歲嘅成人進行長達12.8年嘅追蹤，係全球少數對咖啡同骨骼健康影響做出長期調查嘅大型研究之一。研究發現，每日飲1至2杯咖啡嘅人，骨質疏鬆風險降低10%。如果再加上每日飲茶，保護效果加倍，風險下降幅度達32%。呢項嘅結果嚟自真實世界數據嘅大型流行病學研究，可信度相當高啊！2025年發表於 Frontiers in Nutrition 嘅一篇，涵蓋全球562838名測試者嘅統合分析，都有類似發現。每日飲1杯以上咖啡嘅人，骨質疏鬆風險降低21%。每星期飲茶超過4次嘅人，風險降低25%。更重要嘅係，咖啡同茶嘅合併攝取對骨骼健康嘅幫助，比單獨飲用其中一種更好。叫第二個款。呢項研究係目前涵蓋受測試者人數最多、方法最嚴謹嘅系統性分析之一。結果顯示，長期適量攝取咖啡同茶可顯著降低骨質疏鬆風險，尤其係中高頻率攝取下，效果更明顯。咁即意味住每朝整一杯咖啡，晏晝再整多杯茶，可能係對骨骼最友善嘅生活習慣之一。好多人可能都會有疑惑，之前唔係有研究指出咖啡因會增加尿鈣排出，造成骨質疏鬆嘅風險咩？點解依家又話佢對骨骼有好處？只可啦，呢次又嚟啲咁飄忽嘅嘢。教授指出，關鍵在於我哋過去只係睇到咖啡因可能增加尿鈣排出，但係忽略咗人體有自我調節機制。研究更顯示，只要每日鈣攝取足夠，成人建議1000至1200毫克，咖啡造成嘅鈣流失對骨骼唔會有明顯負面影響。除此之外，咖啡本身富含綠原酸、多酚、白米等活性嘅物質，呢啲成分透過調節骨代謝信號路徑 BMP-1 同埋 RANKL-OPG， 可以促進造骨細胞嘅活性，抑制破骨細胞嘅過度活化，最後幫助骨骼變得更加強壯、更有韌性。英國
學生物樣本庫研究仲發現，如果咖啡加埋茶一齊飲，骨骼保護效果更加顯著，因為咖啡入邊嘅綠原酸可以促進造骨細胞活性，而茶入邊嘅兒茶素有抗發炎、保護骨小梁結構嘅功效，如兩者搭配適當咁飲用，效果比單獨飲其中一種更明顯。研究顯示，每日飲1至2杯咖啡，再加上每星期飲4次以上嘅茶，係最佳嘅骨骼保護組合。咁當然，講到要交叉咁樣去飲，我哋就要喺日常生活入邊唔好強迫自己，反而要訓練自己嘅規律，都唔可以講話係訓練。好似我哋日常做嘢咁有個先後次序，我就做咗個表俾大家參考下。大家千祈唔好覺得飲咖啡飲到要有時間表，咁好似好辛苦。諗下，我哋日常都要飲水噶嘛，當飲水咁提自己，健康永遠源自於規律，從來都冇捷徑嘅。咁呢個表當然係綜合咗一啲專家意見，佢哋建議飲咖啡最好嘅時間係一早幾多點，同埋唔好飲咖啡嘅時間最好係幾多點之後。所以呢方面呢，大家攞嚟參考下就算啦。但係我哋都唔係亂咁作出嚟嘅。講到多酚，據哥本哈根大學食品科學系嘅一項研究結果，發現當蛋白質氨基酸同抗氧化物多酚結合，可以令身體免疫細胞嘅抗炎特性增加2倍。負責研究嘅主教授 Marianne Nissen 解釋，咖啡含有豐富嘅多酚，牛奶含有蛋白質，當佢哋結合一齊，有助於提升抗炎能力。所以時代資訊不斷咁進步同更新。以前咖啡溝奶係冇咁好嘅講法，已經被推翻啦。佢哋進一步認為，不單止係牛奶咖啡嘅組合，凡係含蛋白質嘅乳酪、奶昔、肉類配合有多酚嘅蔬果一齊進食，都會產生潛在嘅抗炎效益。Grandpa, I don't understand. 有關包含多酚嘅蔬果、食物同埋飲品，我哋都做咗少少簡單嘅資料整合，大家可以參考下。含多酚嘅蔬果類包括莓果啦，即係藍莓、草莓、蔓越莓；葡萄啦，尤其是紅葡萄，仲有蘋果、櫻桃、柑橘類水果等等；洋蔥、大蒜、花椰菜、甘藍、菠菜、茄子、番茄等等。含多酚嘅堅果同香料等包括有核桃、杏仁、榛子、亞麻仁子、奇亞籽等等；薑黃、丁香、玉桂、迷迭香、百里香等。特級初榨橄欖油都含有豐富嘅多酚。含多酚嘅飲品包括綠茶、紅茶，當然仲有咖啡、紅酒、黑朱古力同可可等等。喺咖啡入邊加唔加牛奶，到最後可能全憑消費者嘅個人喜好，係健康功效上都未有一致標準嘅答案。對於某啲人嚟講，奶類製品都係會容易引致發炎嘅。相較於西方人，亞洲人有相當大嘅比例會有乳糖不耐症。基本上呢一類嘅人就盡可能唔好飲牛奶。如果硬係要飲嘅話，除咗會增加慢性發炎嘅發生機率，甚至有啲人會嚴重到過敏或者引發蕁麻疹。不過時代都係一齊進步緊嘅，坊間都已經有唔少嘅不含乳糖嘅牛奶，我都係選擇呢種牛奶。You're goddamn right. 咁多資訊性嘅嘢講完啦，咁我哋做個小總結先。咖啡同茶到底係咪好朋友啊？答案都唔需要我多講啦。如果飲得好，好多嘢個好處仲會 double up。其實生活入邊好多食物嘅配搭都有好多唔同嘅正面效果。不過跌翻落呢個咖啡 channel，咁就一定講翻同咖啡相關嘅嘢。講到底，
好多中意咖啡嘅人都會主動去探討呢個問題，背後目的亦都想更多人去認識同埋接受咖啡呢樣嘢係好嘢。我哋發現咗一樣食物有天然又有益，本能反應就會想留住佢同埋經常食佢。好執着係咪？你成日一定要飲咖啡，我飲唔到咖啡，我覺得今日未做到我應該要做嘅嘢，我要執着，我要助手幫我買杯咖啡，佢唔得閒，我自己去買，我好執着，我揸車去買，又要諗養杯，夠執着啦啩？下一集淺談情緒病人適合飲咖啡咩？如果大家覺得我哋講嘅題材都唔錯，夠誠懇嘅，咁你就千祈唔好留手啦 ，click 下、like 下、subscribe 下，然後撳一下鐘仔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集再見。Do it. Do it. Do it. 有没有建议大概什么时候喝最好？因为很多人讲说早上不要喝咖啡比较好。你们讲的我要取中间值，上完你是刚起床马上喝吗？就是10分钟左右。好来，这个太早了。好，你知道我们在起床的时候哈，有时候我们会肾上腺分泌叫皮质醇。我们每天那个肾上腺皮质醇啊，它有个节律哈。那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肾上腺皮质醇是非常高，要让你起床开始做很多事情的。起来之后马上喝一杯咖啡来讲，长久下去会把你的肾上腺分泌皮质醇那个分泌反应会压下去。久而久之，你不喝咖啡的时候，你起来就是一条虫，根本没有精神。所以最好的方向，起床之后呢，大概1个小时之后呢，开始做完早喝个咖啡。这个时候来讲，肾上腺的节律已经上来了，然后皮质醇开始下去，再喝个咖啡接力。这样不但不会破坏你原本的肾上腺该分泌的这种皮质醇，而且呢，还让你有享受咖啡的乐趣。是，但是我太晚喝咖啡，我可能就会睡不着所以我跟你讲，你要考虑很多的问题啦，因为咖啡来讲本身就是有这个所谓半衰期，就代谢的半衰期。对，如果你太晚喝咖啡，什么叫太晚？下午、傍晚。对，所以这个傍晚就要小心了。下午就看2点、3点不一定。好，有人喝下午，像我2点钟喝咖啡，我晚上还照睡觉。可是在我6点叫我喝咖啡，哈，我觉得是不好睡，牵涉到半衰期。什么叫半衰期？假设你今天喝一杯咖啡，好，假设有100毫克的这个所谓的咖啡因，假设你是好6点钟喝好了，你到晚上12点睡觉的时候，你半衰期，你的血里面还是有大概50毫克的咖啡因，你还是有咖啡因在刺激你，就很难入睡。是，但是我觉得喝咖啡是因人而异。我以前有个指导教授，他晚上我们在讨论，他10点钟喝完咖啡，我看他也喝 espresso， 我说老师你这样喝完会，我睡得早好，因为他的咖啡因代谢的这个基因特别强，所以跟个人体质是有关系的。